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人才。今日在国内增加3个带病入境的确诊病例，有2个是对美国回来查甫人，1位是对法国回来查甫民众。南投看守所伫这又发生2名犯人夜占地甲管理员压掉咧，准备要逃狱，后来受到证人制服。李登辉0月伫明仔载要安丰地火之山军人公墓，进前做李登辉秘书的李正奇，在今仔日也出册加以怀念。头几先，咱来关心到咱国内疫情，在今仔国内又搁增加3层带病入境的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有2个是30外岁对美国回来查甫人，有1个是20外岁对法国回来查甫民众。目前台湾的总病例数已经有521例啊。国内阁新增加3个新冠肺炎境外移入的病例，全部拢是台湾籍。第519例是30外岁的男性，长期伫美国做工课。10月初时转来台湾的时阵，有主动甲机场的人员讲，伊那后尿尿，采检了后确诊。第520例是20外岁的女性，今年法国留学毕业，9月中阁去法国处理私人的代志。9月底开始有发烧、头壳痛、鼻无芳臭等等的症状，不过伊并无伫咧当地互医生看。10月初时转来台湾的时阵，有主动讲伊有症状，而且做采检，后来确诊。第521例是30外岁的男性，长期伫美国食头路，今年10月初3开始有走北拿后症的症状。10月初时转来台湾有主动讲伊有症状，经过采检了后确诊。同班机前后2排的座位的旅客，有11人，则列为居家隔离的对象。另外，第518例今年6月份，捌伫咧菲律宾去挖着，伫咧当地互医生看了后，2个采检阴性出院，3个月了后，转来台湾，佫验出阳性。血清抗体检测结果显示，感染源应该无伫咧台湾。昨天那一例，他的 IgM 是阴性 ，IgG 是阳性，也就是说，他可能是属于比较久以前的感染。国内累积新冠肺炎确诊的个案，拢总有521例，429例是境外移入的病例，55个是本土病例，敦睦南队有36例，还佫有1个感染源不明。确诊的个案当中有7个人死亡，485个人解除隔离，目前还佫有29个人住院隔离当中。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顶过日，有员工的家属甲康健文教集团的董事长李万杰亚康，也讲董事长回来到台湾了后，拢无检疫，佮爬走。卫生局也甲董事长罚100万。想袂到这位员工却去互公司算总销，要求伊爱家己辞职离开。在今下晡，新北市劳动局也去甲伊做劳检，劳资双方正是一人讲一款话，可能就要进行调解。真介意运动的康健文教集团董事长李万杰，9月初为中国出张转来台湾了后，去互集团员工的家属逼讲，伊违反居家检疫的规定爬走，若去新店的总公司开会，还佫出外去运动，恐惊会加做防疫的空芳。不过，这个员工怀疑家己因为是这件代志当中的先觉者，因为安尼才互公司算绩效，封闭甲离职。9月23的时候，那主管有给我下最后的通牒，就是说要我就是否自愿离职这件事情，在晚上6点当天，就是9月23晚上6点给一个答复，最后通牒。那我也很明确的回应，就是说我没有要自愿离职。这个康健的前员工表示，代志逼出来了后，伊感受到公司的同事拢无啥敢甲伊接触甲讲话，而且办公室电脑的口座嘛去用填权。9月15爱摕到的奖金嘛无收到，甚至去用约谈，主管爱伊自愿离职。那公司这边表示，这个员工确实伫9月26的时阵，主动甲识别证交倒转去，嘛甲个人的物件款的，不过绝对毋是公司甲逼的，嘛无甲伊约谈，只是讲办公室的同事拢无法度谅解因翁是安怎当初要甲媒体斗，地处严重损害到公司的形象。伙伴们觉得心里不能接受，就是说，你针对违反防疫规定，你可以去做，你去1922检举，你为什么要向媒体来爆料，用这么伤害公司的方式来爆料？员工离职到底是去封闭的，或者是自愿要走的？双方是一人讲一款。原本新北市劳工局下晡劳检进前，嘛强调讲爱查核清楚，看员工敢是有主动提出辞职批。不过劳检结束了后，官员讲这件代志要是让人感觉不飒飒。你们没有查到这东西，不是就很明显，他不是自愿的。他有填写一个交接清册，但是没有书面的离职证明。那至于说公司也没有特别开非自愿离职证明书，就变得说他有一点是，有一点扑朔迷离的状态。
官员表示，公司并无提出员工主管离职证明的文件，不过嘛无非主管离职书，所以考劝劳资双方好好坐落来讲。公司敢是爱付合这个员工资遣费，都要等10月12日劳资会议调解，或者是未来拍官司由法院来裁定。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团伫今仔日提出台美复交以及请求到政府应该爱向美国协助对抗中共这两项国议案。立法议会调也无意见通过立案处理。不过总统府的回应是，台美伫各项领域爱有实际合作。有学者认为讲，台美要复交的几率无讲介悬，但是可能有其他的合作机会。中医定定最近跨越中线变做常态化。国民党团提出台美复交加政府应该请求美国协助对抗中国两项决议案。国民党团讲，政府应该以美国加中华民国恢复邦交做对美国的外交目标。吴钊燮曾经公开说过，现在不寻求跟美国建交，所以我们觉得这是不对的方向。希望国民党今天是打真球，不是打假球，不要今天提案之后，然后后面都做一些背道而驰的事情。两案虽然在调解无疑之下得到通过立案处理，严过总统府回应，台湾甲世界各国拢是秉持踏实外交。现阶段的台美关系上重要是继续深化包括国防、经贸、政治等各领域的实质合作。外交部长也讲，现阶段未寻求甲美国建交。我现在努力的方向就是在所有可能的这个层面，跟美国，所以也包括复交嘛。在所有的可能的有没有包括啦？国民党团伫咧提案内面也讲，政府应该说服美国依照《台湾关系法》，若中共有危及台湾人民安全的行动时阵，伫咱国政府请求下，以外交、经济加安全防卫等方式协助咱国对抗。也讲亚洲再保证枪击法第209条支持台美合作，台湾关系法中美3个联合公布加6项保证，美国拢反对改变台海现状。严过学者讲，美国无任何法案讲会出兵协防台湾。中国大陆要以和平的方式处理台湾议题。那什么叫和平？这是由美国来界定。过去这2、3年，中国大陆在对台湾看起来有更多的侵略性的时候，美国开始卖更多的武器给台湾，然后美国国会有更多的看起来对台湾很友善的法案提出来。两岸局势紧张，台美关系愈来愈接。丁秀环讲，解放军加强扰乱台湾的行动，除了迫使美国方面依照《台湾关系法》增加对台湾军事防卫性武器，也和美军定定伫台海周边活动。若是中国想要用武力夺取台湾，美国将会失去亚太霸权的地位。美国会甲台湾国家紧密合作，避免发生这种情形。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伫今仔日去到屏东视察，除了勉励空军，也强调国军会用坚强表现来证明一寡人的操作拢是无影无迹的。另外，国防部上新的业务报告表示，中国解放军最近一再扰乱台湾，也增加国军防守的压力。中共一直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总统蔡英文车人去屏东市道空军第6混合编队强调，空军应为国家安全建立铜墙铁壁。对天吴将军陈廷宠形容国军战略失灵已回击，国军会用正式表现拍化有心人士，无实在言论。尤其是当国人面对中共的文攻武吓以及有心人士的操作，我们更要拿出坚实的表现，展现出我们国土主权寸土不让。民主自由坚守不退的信念。另外，并且分转台南西南空袭出来公布，中共依序派运8反潜机侵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被空军广播赶走。空警500无人机也被发现伫台湾防空识别区西南角外口咧飞。空军 EP-31电侦机设立为80海峡沿台湾防空识别区向中国方向进守，RC-135W 电侦机转往南海进守。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3500公尺的中共军机，已进入空域，离相我非常安全。立即回到手里，是用来转移它内部的一些舆论的网络上的舆论压力，就是可能在中印边界冲突，可能指责解放军示弱等等。中共军机今年4摆超过台海中线，国军今年都派遣4132架次空中战巡兵力，7531架海上侦巡兵力，执行战备这任务。空中战巡兵力架次比去年增加2.3倍，让台湾空防的压力增加真多。
F-16依照美国国防部的公开资料，它每小时飞行成本大概在8000到8800美元左右。苏30战机来讲的话，每小时飞行成本平均就是在23000美金以上，也就是中共它1小时的飞行成本是高于我们的大概将近3倍。学者指出，强机绕台，目的除了恐吓台湾，更较重是达成大内宣。国军今年NASA政府前期成科成本数十亿，按过该空军成本恐该是国军的3倍，压力更较大，有缘对台湾大拍消耗战。记者综合报道。教育部伫咧106年3月已经发公文予大专校院，若准有中国迄边的学校要签署任何文件，拢爱伫签约进前1个月报教育部，目的就是要避免台湾的学校去签到一种原则的甘愿字。就民进党立委认为讲，到去年的7月为止，拢无任何的采罚记录，而且最近中国是使用各种的名义要来进行统战，应该就爱提案修法进行规范。106年3月初，世新大学甲江苏师范大学这学校签订研修承诺书，因为讲到无涉及任何政治敏感活动，做任何一中一台、两个中国、台湾独立这方面的活动，引起外界质疑。好亲像签一中承诺书，引起风波。它其实也不是什么承诺书，就很简单的一个沟通文件。然后这个文件呢，其实不是从私立学校开始有的。吴永健强调，唔是一中承诺书，更加唔是局限。教育部清查了后，国内157间大专有72校捌提供对话无表示的书面文件。106年3月1日，法文大学各级学校甲大陆地区学校底价联名，或者是书面约定，应该伫签订前1个月报部审查。我们习惯通常是用协议书嘛，那教育部是要求要用约定书啊，那这他就有特别去强调。代书代表示，无签过相关的文件，106年3月到即马专照规定行。按过立委王定宇甲赵天麟认为，教育部因为大学自治，当时无对任何违反规定的大专院校开发，甲去年7月也无任何采罚记录，是否运作有闹高。学术交流不该有政治条款，如果有中国用政治介入影响学术交流，会请教育部了解盘查。是不闹高，也是大学专照规定，苏清昌请教育部了解。不过为了阻止中国以各种形式进行统战，王定宇赵天麟提案修法，1个月前报备审查正定伫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确实违反规定，或者牵涉有配合大陆地区统战的政治目的，爱停止相关补助，或者是禁止招生，已经伫设立立法院议会完成一套。记者综合报道。精简基础预算第3期编列2300亿，不过轨道建设却是减少一半。就国民党的立委质疑讲，好康的拢着绿营执政的县市。行政院长苏贞昌也强调讲，建设无分哪力。另外，也有立委质疑讲，台中的山海线拢无动工。交通部长林佳龙也表示讲，山线的大庆到乌日也已经通过啊，目前也等咧动工行中。7日早起，行政长苏贞昌到立法院备询报告，精简基础建设第3期特别预算编列2300亿，全部基值执行。不过其中轨道建设经费为原本的4200亿减半，被外界质疑政策长翻。只要是行政院核定通过的计划，一定会分年在年度公共建设预算内核实编列相对应的预算。该挹注的经费1分钱都不会少。不过，国民党立委洪明凯表示，轨道建设拢伫绿营执政县市，缩减上北市。苏贞昌是澄清建设无分哪力。基进党立委陈碧桂点出，台中市精简轨道建设第1期执行率全国上低90%，山海线的铁路高架化拢无动静。我想请教院长，现在到底前瞻计划有没有分蓝绿？不分蓝绿。我们的立法院的同事、苏巧慧同事也会来争取新北市的这个大位啊。您觉得新北的建设是不是能够大家共同来推动，让新北建设加速来办理？委员建设不分蓝绿，但是有时候绿执政的时候进度会比较快。台中市的轨道建设执行率敢若10%，啊，你认为原因是啥？你刷刷的部分，你这个大庆到乌日，其实这个已经通过啊。会使提早做。
前瞻基础建设第3期特别预算编列2300亿，基定是2021年到2021年，除了继续推动前4年轨道建设以外，也配合政府未来施政重点，加速台湾作为网络5G、AI 甲半导体重点产业发展。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让民众会当分辨清楚台湾猪肉，今日公开定选了后，台湾猪识别标章公布了后，头一批先开放12万间餐饮业的厂商来申请标章。目前的规划是11月申请，12月开始试办，明年正月初1开始就要来实行啊。图的底色是绿色，金都的边仔也阁有台湾地图。这个设计伫18件立规的作品内面，摕到台湾猪识别标章的评选冠军。明日开始要开放美国来猪进口，业者只有打这个标章，就代表消费者吃到的是国产的猪肉。第一阶段先提供有商业登记或者是细节登记的餐饮业者12万间申请。什么时候开始申请？就是下个月开始就可以来接受申请。那12月的时候会来试办。受理申请的中央畜产会讲，伫第一阶段以使用鲜猪肉的店为主，大概有1万间来申请。餐厅是较侪，申请标章的业者爱100%使用国产猪肉，而且爱提供国产猪来源证明。若是标示不实的业者，相当会当罚400万。你不能使用一点点的进口猪肉，你只要使用一点点进口猪肉，那就是所谓的标示不符。如果你自己对自己没有信心，我会用到进口，那就麻烦你不要挂这个识别标章。养猪产业代表积极先做第一步。结果来评估效果如何？最起码从来没有做的，现在先做一次看看；以前都没有的，现在做看看。第二阶段无商业登记或者是细节登记的餐饮业者，当时当申请登记。农委会也无时间表。畜产会也讲，这个标章已经注册过，若是无申请就家己打这个标章是侵权的行为。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有一台私人的直升机伫淡水乌乱起降，也去互民众翕落来，引起正人讨论。民航局查证了后，认定起降的地点甲设备拢是违法的，会依照着民航法该治罪，上当可能爱关5年，或者是罚100万。两个查甫人行伫咧淡水一条phong起来路边后，一台直升机的风机仔也搁伫咧放。其中一个查甫人去咧飞机了后，直升机就慢慢起飞。影片曝出来了，引起是不是合法起降，是不是有涉及公安的质疑。操作的驾驶员必须要有一定的训练，然后要有相关的体检，并且拿到民航局的检定证。同时这个飞机也必须要经过一定程序的适航检定的过程，那也要完成相关的航空器登记。民航局证实，这是 Robinson R22 直升机，是一列引领商业化的轻型直升机。1979年开始生产，空机无载人399公斤，上远会当飞386公里。伫国外除了高度使用，也摕来救难。也阁有体格飞官讲，那维修不好，容易发生意外。因为它本身是一个4行程的飞机，所以呢，一般就是说很多玩家的话，可能就找一个修车的师傅因为这个引擎毕竟跟汽车引擎很相近。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的原厂可能有些技术上的一些技术命令更改的如果说你不改的话，可能导致摔飞机。民航局讲，直升机违法和危险起降，会依照民航法罚6万到30万，违法引进部分以上罚金，相当处5年的徒刑，或者是100万以下罚金。驾驶的部分，若确定违法，相当会当罚100万。希望民众唔通试，以免危害别人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这个月初1，伫南投看守所发生2名罪犯，惊相拍管理员来劝解时阵，却拿无尖尖的塑胶枝，甲管理员压掉咧，拍算要逃角。好佳在其他管理员随赶到位来化解这场危机。阿妈棍长长的伤痕虽然无伤着要害，却互正线管理员惊到用要死。伤人的凶手就是这2支外尖的塑胶枝。这个月初1中昼，也就是中秋连假第一天，南投看守所2名受刑人惊相拍，因来管理员劝导，却趁机会劫持管理员，想要逃假。
一个就是刑期长，想到我后面还有肉等的刑期呀，然后呢，一个就讲说啊，我想要回家看看孩子啊，说哦，我也觉得好，然后就想要出去这样。松人在所难免呐，只是他们刚好两个人在一起就讲起来，然后就是那其实他们在这边表现呢也都还 OK 啦。看守所表示，两名收容人目前的刑期分别是6年甲2外。伫今年4月甲5月进入看守所，因伫进行开讲时阵，其中一人提出逃脱想法，除了将伫外监，也阁负责劫持计划。两个受刑人虽然及时被压制，不过也阁造成2名管理员受伤。所有的作为我们会检视。他因为目前初步检视是完全符合我们执行要点的规定了。现在大概1比4.5左右了。当然有补充一些人力了，但是还一直在争取当中了。矫正署表示，南投看守所目前收容370人，不过管理员平常时只有15人，假日当天只剩10人。也显示管理人员无够问题，不过受限公务人员的专业配置，要伫争取增加管理人员人数。想要逃脱的2名受容人，除了执行中的刑期，也会被依照妨害公务、想要逃脱甲伤害者罪嫌移送法办。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某一间大学有一阵当咧检疫的1年学生甲家长，却发生总共有19人，好亲像出现食物中毒的镜头。根据着台中市卫生局表示，9月30开始检疫，10月7日开始出现问题，因为食食是由3间业者提供的，敢是食物中毒的，目前也正在调查。救护车来到这间旅馆，内底防护措施冇做好。台中市卫生局接到通报，这个检疫体大所有检疫当中1年级的学生，传出有发烧、走白、身体无爽快等等疑似新冠肺炎的症状，紧急送去指定隔离的病院去医生看。10月7日为止，送病院的拢总有12个学生，其中有2个症状较轻，新冠肺炎第1届采检是阴性，其他10个拢有带院。也若7日下晡第2届采检的结果确认全部拢是阴性，这个学生嘛，小连续拢登去检疫所啊。那住院的过程当中有8位2采阴性之后呢，就已经出院，那继续回居家检疫替代所继续检疫。那另外还有2位住院当中的学生呢，1采是阴性，那今天2采的结果下午也出炉，2采也是阴性。台中市卫生局表示，7日暗拢总有19个人传出身体无爽快，其中18个人是同一间大学的学生，另外1个人是学生的家长。因来到这间检疫体大所了后，3顿是由3间餐饮业者来提供。即马传出疑似食物中毒的情形，卫生局会同时按处启动调查，初步了解业者嘛有缺失。食物来源应该是防疫旅馆从外面叫餐进来，只要有提供的我们都去查，对，那才能厘清是它这个食物如果有中毒的话，到底是哪一家提供餐食发生问题？稽查人员初步了解，迄天并无食食的检体会当来做化验，不过人体的检体，还有环境的检体拢有做采样。那这个案件敢真正是食物中毒，2礼拜了后结果就会出来。另外，食安处表示，已经要求业者改善，若无会当以违反食安法处6万至2亿的罚款。记者综合报道。今年3月，伫台南查到一个29岁姓赖的查甫人，伊利用手机游戏点数诱拐国小囡仔，翕一挂老型老价、不三不四的影片甲相片。台南地检署经过半年的侦办，确认受害者有10个人，检方也依照着城北社防治条例甲起诉。今年3月初，台南检方追查毒品的时阵，发现一个案外案。目前当地的羁押当中，29岁姓赖的男性，涉嫌为去年1月份到今年的3月份，利用手机的点数或者是礼物等等的方式，骗9岁至13岁的囡仔拢总10个人，而且甲因翕涉及温书的相片甲影片。想袂到检方侦办的期间，佫发现讲，伊伫2017年年底，就捌对朋友6岁的查某囝下手。赖姓被告他也曾经利用照顾他朋友女儿的机会那对他。100连次的这个朋友的女儿就做这些猥亵行为，还拍摄影片赖姓被告他是涉犯这个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还有刑法的强制猥亵罪嫌那据以提起公诉。社会团体认为讲，咱家囡仔爱尊重家己甲别人的分私，唔通接近青份人。不过面对囝仔做真亲切的网友，或者是有非法意图的亲情，囡仔是真恶准则这个界线。历史有当时囡仔唔知影通主张家己分私的自主权。所以教育大人，互囡仔拒绝的空间嘛同款重要。互囡仔随时感觉无爽快的时阵，拢会当拒绝。大人千万不可以在旁边说：“哎呀，这有什么好怕的？你怎么这么胆小？”我觉得
当大人可以接纳孩子的害怕，接纳孩子的不舒服，孩子才知道我有说不的权利。他下次在遇到不舒服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我是可以说不的。社福团体嘛提醒家长，唔通一直恐吓囡仔，网络有真侪欠点或者是危险，爱徛伫咧同理的角度，亲像关心囡仔伫咧学校内底交朋友的状况同款，关心囡仔伫咧网络交朋友的情形。安尼，当囡仔真正拄着危险或者是问题的时阵，才会愿意甲大人讨论或者是寻求协助，减少危险的代志搁再来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说分明。2020年诺贝尔物理奖是颁发予解开宇宙当中黑洞奥妙以及形成物质的英国、德国加美国三方的学者。其中，英国的数学物理学家 Penrose 因为发现到黑洞的形成，会当摕到一半奖金。另外一半奖金是予德国的天文学家根特尔以及到美国的女性天文学家集资来对分。美国总统 Trump 去染到武汉肺炎，不过，敢若伫病院待3天，伫咧当地时间初5的暗头啊，就出院登到白宫啊，甚至佫甲喙暗流落来，互记者翕相。伊也伫推特顶头强调，家己可能已经变异啊，也鼓励民众着爱出国行大，莫互疫情控制着恁的生活。不过，白宫到今已经有10多名幕僚确诊啊。美国当地时间初5晚暗6点半，川普坐陆战队1号专用的直升机为马里兰州华特里德军事医疗中心登去白宫，挂喙暗行伫咧白宫南边的草坡啊，向现场的媒体摇手，比出大富翁，特别展现伊的活力，而且伫咧白宫2楼的床边，甲喙暗摕落来，要甲离开的专机行礼致意。这个过程随行中心制作，加做宣传的影片，放去了川普的 Twitter。川普了后嘛，伫咧 Twitter 发布影片，强调讲出院的感觉比20年前还佫较好，呼吁民众唔通互疫情主导生活，而且伊认为伊家己可能已经对新冠病毒免疫啊。We have the greatest country in the world. We're going back. We're going back to work. We're going to be out front. And now I'm better, and maybe I'm immune. I don't know. But don't let it dominate your lives. Get out there. Be careful. 目前离美国大选敢若剩无30天，川普一定会赶紧恢复竞选造势。不过，以目前要是确诊的患者的身份，恐惊会加做防疫的空棒，嘛加做美国大选上尾一个阶段，互人上关心的焦点。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着世界卫生组织上新的推算，实际上感染着武汉肺炎的人数可能是全世界人口的1/10，比目前官方的数字超过20倍。另外，马来西亚首相加澳洲这位会主席也因为有甲感染者接触过，因也宣布讲要自主隔离。国际疫情依然真严重。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统计，全球超过3500万人去患着病毒，104万人过身。不过世卫组织初5上新的估算，感染人数可能占全球78亿人口的1/10，超过官方数字10倍。Current best estimates tell us that about 10% of the global population may have been infected by this virus. This varies depending on country, it varies from urban to rural, it varies between different groups. But what it does mean is that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 world remains at risk. 世卫组织表示，目前东南亚部分地区疫情清悬，欧洲部分地区甲地中海东部确诊甲死亡人数也升悬。73岁马来西亚首相慕尤丁初5宣布，因为8家确诊的宗教事务长朱基夫里有过接触，会自主隔离14天。朱基夫里伫初5确诊新冠病毒，慕尤丁初3捌甲伊开会。马来西亚疫情也升悬，初5通报432例确诊，创下单日新增加上最。另外，澳平执委会主席范德赖恩初5也表示，进前参加一场会议有人确诊，虽然伊2摆采检结果拢是阴性，为了安全，伊愿意自我隔离到初6暗时。I am in quarantine right now because last week I was in a meeting with a person who tested positive. This is the reason why I'm taking this video with my mobile phone in self-isolation. I cannot travel to Greece right now. I'm very sorry for that, but we have to be careful and we have to do everything possible to reduce the spread of the virus. 澳洲第2波疫情来势真凶，澳洲疾管中心公布的境界达是7天平均每10万人新增加20例确诊，超过这境界达的国家受感染的风险拢真悬。目前澳洲只有4个国家较安全，分别是德国18.4、芬兰15.5、塞浦路斯14.6、加挪威的13.9。
目前所得较悬的国家有捷克167.6，荷兰140.3，加法国120.3。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这日透早去到日本，进行第2摆的美国、日本、印度、澳洲4国的外交部长会议，也甲日本首相菅义伟见面。除了讲到合作的问题以外，外界上界关心的，敢会讨论到做伙压制中国伫南海地区的影响力。日本外务大臣莫敏昌甲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一前一后行至会议室准备双方会谈。原本要访问亚洲国家的蓬佩奥，受美国总统川普确诊新冠病毒影响，取消访问蒙古甲南韩行程，将亚洲访问行程减到初6一天。搁伫初6透早到日本东京交会驻日美军基地，甲日本、印度、澳洲外交部长会談。菅政権においても、地域や国際社会の平和と安定の礎であります日米同盟を一層強化していくという方針に変わりありません。His first statement after assuming office, Prime Minister Suga described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as, quote, the foundation of regional peace and stability, end of quote. I could not agree more. 除了甲日本外务大臣会谈，蓬佩奥也甲澳洲外长佩恩、甲印度外长苏杰生单独会谈。了后，伫日本当地下晡2点，甲日本首相菅义伟会面，佮甲各国外长同时进行4方会談。这是菅義偉上任了後第1擺甲美國國務卿會談。自由で開かれたインド太平洋を戦略的に推進するとともに、中国、ロシアを含む近隣諸国との安定的な関係を築いていきたい。このように思います。路透社分析，这摆4方会谈按算也会针对香港实行国安法，甲中国伫南海政界影响力问题交换意见。中国也表态谴责，认为是咧阻止中国的发展。专家认为4方会谈的结果可能暂时无法度有具体行动，不过未来无排除发展成做亲像北约的正式组织，联合对抗中国，维护印太地区的自由开放。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香港的局势。香港教育局伫初5宣布，有1名老师涉嫌教学生香港爱独立的资讯，伫9月底已经甲伊的老师牌撤销啊。特首林郑月娥在今仔搁再强调讲，无允准任何独立的言论进入到校园，也会继续搜查，看敢有老师继续伫违法。香港反送中运动了后，香港的教育局初5宣布，有1位老师涉嫌以教材散布港独的信息。9月底撤销伊的教師資格，是反送中運動以來第1位被撤銷證照嘅老師。我哋係唔會容許港獨或者一啲違法嘅意識滲入校園，或者係透過一啲教材、課堂嘅教學、考試嘅題目、學生嘅課外活動嚟到宣揚呢啲歪理。我哋大部分嘅教師都係非常之專業，以教導學生為己任，但係我哋必須要抽出極少數嘅害群之馬。林鄭強調，這是一個嚴重個案，會繼續掠取教育界害群之馬，不准港獨入去校園。港媒報道，這位老師進行一個九龍塘宣導小學教書，網絡頂有傳一張這間學校嘅學習單，對白是袂當看壞的紅線，叫學生回答言論自由、港獨等問題，也包括台灣道歉賦予一個金馬獎發表台獨嘅言論，一個若是無言論自由，香港會變成什麼款？價值我都會俾佢灌輸俾佢噶嘛，所以我覺得係唔會影響，都唔會影響，唔會太大嘅。香港媒體也講，這間學校嘅管理階層加其他老師也接到教育局嘅警告批，學校佇咧校門時打聲明，講有關教師已經離職，學校會盡全力替學生提供適當嘅教育。教育界出身嘅香港立法會議員講，教育局嘅做法會讓教育界加深自我審查。似乎而家就係將啲問題咧，係將佢咧係擴大到好嚴重啊！未即係觸及呢個問題，就變成咧宣揚呢個問題。香港教協已經請律師協助這位老師向教育局委員會提上訴。香港教育局是公布自去年6月到今年8月。總共接到247件教師涉及專業失當嘅投訴，並且向差不多70位老師發出警告。若是閣再有失德嘅行為，無排除閣再做撤銷教師資格處分。記者綜合報道。
前总统李登辉的灵骨初7会安放伫五指山国军示范公墓，当天总统蔡英文、副总统赖清德也拢会出席。在今仔日，李登辉真正的秘书李正琪也出版新册，回忆伊甲李登辉的点点滴滴。前总统李登辉初7要安葬伫五指山国军示范公墓特分区。包括李登辉讲是上了解伊的人，前秘书加文达李正仪。伫李登辉过身了，回忆甲记录对李登辉的思念，出版新书作为告别的结束。我比较希望能够把我跟他就是一些互动、一些温暖的回忆呈现出来。那么就是在他除卸了这个总统的光环之外，他毕竟就是在我心目中一直就是一个温暖的老人家，所以我很希望把他的这个人性化的一面能够尽量让大家去了解。李正仪也捌出书描写李登辉退位了的生活。这边的新书发表会，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前央行总裁田怀南、前总统府办公室主任苏志成拢来参加，回忆甲李前总统斗阵的情景。我们可以讲日本的话，互相想法也差不多一样。这个当中，我觉得他是很有学问。这个李总统，他的所谓民之所以常在吾心呐，这真实的意义在哪里啊？应该从这本书里面呢，都可以体会出来。10月初7，李前总统访安礼拜迄天，全国公务机关下半旗一天，一零车队早起8点20自翠山庄出发，9点20到五指山国军示范公墓。由总统蔡英文带副总统、总统府秘书长、国防部长、加国防部相关将领等陪礼者迎灵，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举行礼拜，停除了行访安礼。国防部会鸣双庆三响，全程无对外开放。李前总统就此安眠五指山。记者综合报道。伫今仔日台票起真济，捌出现新台票28块半换美金1块的局势，落尾收伫28.96块。就分析师认为讲，海外的台商甲资金回转台湾，出口商也甲美金换做是新台票，到旧历过年进前，新台票拢有机会会直直起。台票汇率初5收盘升1.06角了后，台票换美金的汇率初6开盘就起3.1角。上悬要来到28.71块，创下9年来的新悬。不过收盘有较落，落到28.96块，要是有起6分，嘛突破人讲杨金龙红线29块整数的关卡。这跟整体的经济形势有关。其实央行一直都在关注我们台币的汇率很强势的问题。国际用钱溢入来，股汇两市变红，加上海外的台商资金持续回流，还有未少出口的厂商嘛大动作咧换台票。国会分析师表示，最近新台票升值的趋势，恐惊连中央银行嘛挡袂牢。美国要公布这个汇率操纵国的观察名单，短线内我觉得央行不会有太大的动作。目前出口商手上满满的美元，我的美元就降价求售。所以又推升了台币升值的一个趋势。台票持续真强势，对出口商来讲，敢若是汇率差价的影响，利润就会减少。尤其是电子产业、机械产业，商品出口去外国，用美金来算计价。若是台票升值，就会压缩到利润。而且这届还佫一捆头起到超过29块。机械工会理事长柯巴西表示，因为来回汇差，即嘛等于是咧做白工。韩国贬值的将近10%，关税的部分，那每个国家大概有将近10% 的，所以这个2个加起来就将近20%。30块以下，我觉得产业已经是基本上是在做白工了。那跌到29块的话，那根本产业其实很多都要在这个亏本的这个输出。国会分析师表示，台票还佫会持续真强势，无排除到新正进前，拢会是伫咧28块到29块迄卡兜。也若出口的业者是呼吁中央银行汇率的起落，应该爱对日本、韩国等等主要竞争的国家，才会当维持出口的竞争力。记者综合报道。远龙航空的董事长张光伟涉嫌诈钱35亿，目前去互关伫咧看守所。远东航空搁再欠路健保费、机场服务费等等，拢总欠9700多万。执行署台北分署在今仔日也甲扣押飞行机拍卖，想要到无人来标出流标，就要听候到11月初3进行第2摆拍卖。那如果没有的话，那今天就流标。
这批数台北分数，初6拍卖远东航空下底 MD-82型的飞行机，底价是672万，不过买手也是流标。这篇官顶一日看飞行机内底的结果，发现远航 MD 的机型内底机组是真旧啊，机龄要到30年。目前停伫上山机场的停机坪已经停摆至少半年。要若头一届拍卖，虽然有2间企业有领投标书，不过伫结束进程拢无实际投标。我们那时候是一次有见这3架飞机的价格了哈，但是因为另外2架飞机它上面设有抵押权，而且这个抵押权的债权额高于这个竞价金额，所以拍卖无实益啦。这架合法院拍卖 MD-82客机编号 B2807，在1993年加入远航，到今已经27年。经过远航自2008年财务的危机，迄当阵捌停飞，一直到远航董事长张光伟接手了后，复航无到10年。即卖涉嫌甲远航35亿的资金污了，互以几啊项的罪名来起诉，人红收押伫的看守所。因为远航欠机场使用费、牌照税、劳保、健保等等的税务，拢总有9700多万。其中以机场使用费是占上济，超过5、6千万。要若远航下底的飞行机，嘛袂啉着去互法院拍卖抵税的命运。过去我们国内曾经有餐厅的业者买了报废的737做成主题餐厅，或者是观光景点可以拿它来当做一个地标，那甚至于说学校单位也许有教育上的一个需求考量。航空专家罗彦良表示，国内因为考虑到安全的因素，不稳准机龄超过26年旧的飞行机继续载人客。这届法院拍卖飞行机嘛停航一段时间，无保养甲维护，是伫个无适合飞的状态。因为安尼，伊认为国内航空业者投标的意愿相对都较低。这届远航的飞行机头一届拍卖流标，会甲底价降较低做第2届的拍卖，上最4届为限制。若是拢流标，就会甲飞行机先互远航。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伫今仔日启动第8届修宪，朝野立委敢若伫18岁公民权这案有共识利益。就学者认为讲宪法是100年前所定的，目前已经无符合台湾的宪法。若准备做宪法改革，建议会当参考美国方式精修条文。二顶摆修宪已经过16天，立法院修宪委员会初6启动第8摆修宪，朝野立委计共提出25个修宪案，其中只有下修公民党票年岁下修到18岁这项有共识。废除考试院和监察院这项，国民党中央随望定调支持废院无废权。不过，前国民党文团会副主委吴文琪认为这是假议题。你若是感觉讲考监2院真正不适合的话，其实你有很多的手段、手路会使去处理虚极化是一个方法，夺回同意权。总统应该要面对所有民意的总统的咨文权。这种权责相符的状况下，咱台湾人确实真正国家的主人。不过学者认为，现处时台湾的宪法改革，唔但爱废除考试院和监察院，也爱适当调配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在咧动物、环境和个人自由权利的发展的基本权，也至少爱增加条文。台湾的文化认同、政治认同拢真明确，但是台湾的宪法认同有出真大的问题。你若看咱中华民国宪法，你完全唔知影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啥物物件。如果你若无法度，咱讲砍掉重练，无法度有一个全新的，啊是毋是会当，比如讲，这个参考美国的方式来一个amendment。台湾制宪基金会主张直接制定一部符合台湾现状的新宪法。即阵当伫咧等选委会审查，希望降低立委通过和出席的比例，也搁有公民复决的条件。后礼拜中选会呢会做一个决定，决定讲即个题目呢较有符合公投法的规定，顺利的话，进入到第2阶段的联署。安那立法院长游锡堃表示，修宪案通过以后的公民复决会用公投白大选的方式来进行，所以修宪的提案上班爱伫咧2022年3月份三读通过，才管会赴后年9月1选举。记者民警张玉水台北报道。进前有台湾河险去中着掠山猪的歪仔嫂，今年发生狗仔去中着歪仔嫂害伊是老血老猪，也因为这款陷阱所害的动物是无分种类的，林务局也调集各县市的单位来讨论，可能会针对这款陷阱工具实行骑命制。动物救援小组将失去意识的黄色流浪狗仔救起来，后脚微微陷阱亮出来，被山猪条用甲烂糊糊，只剩骨头。同款受困山猪条，也有台湾乌熊伫台中和平山区果园内底，到手掌规个被电条咧无法度震动。本来用来掠山猪的山猪条陷阱，对大细只的动物拢造成伤害。
怎么样去避免到对于其他非目标物种的伤害？优先推动的就是电木器的围网，那包含适用的地区，这个我们会再检讨。行政农委会林务局初6下晡开会，要辅导农民设电规，出台传统防治工具，佮推广精准式大具，减少掠山猪甲山姜仔以外的动物。林务局指出，每年也投资人力，清除国有林班地甲保安林地非法陷阱，为民国100年拆3000个到108年拆300个，现时野外非法陷阱使用已经减少，防止这类陷阱，也有动物保护法，只要有设置行为对应法，15,000到7,500，有虐待或者是伤害动物，应加刑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朝着精准式陷阱来努力。那其实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日本他们其实是有一套陷阱规范。来自山猪来吃那个芭蕉，没得睡，起来放鞭炮，做任何的事情，不是咱话送的好啊。我们不要用别人的血来暖自己。不过有农民认为，不是所有的申请电网啊补助有困难，也呼吁政府要考虑到农民的生活，唔通也未想到有效的改善措施进行，禁止使用夹把，牺牲农民的权益。针对大股欠命这部分，要学者认为无适当，强调双方要用沟通互信，无可能出现家地下化、反效果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位76岁老阿伯本身带着血糖、血压、血油的问题，平常时啊，伫食的部分是真呛嘴。不过，伊有一个20年的歹习惯，就是要困之前拢爱食鸡卵糕。到呾也发现讲心坎杂杂，中气袂顺，去到病院检查，才发现讲是急性的心梗塌。今年76岁陈老先生一直拢有胃团性三管问题，也拢有食药啊控制。不过，伫过去20年有一个真歹习惯，就是一日困之前拢会食鸡卵糕，食煞睡困，造成伊的 BMI 指数升到30。5年前开始胸坎会窄，无法度喘气，医生讲是急性心脏病。我以前的习惯就是不要晚吃饭，等于差不多宵夜了吃饭，吃完饭还有一点甜点啦。那是很拖延的，就是一个早上起来准备上班，好像没力这样坐着掉回就是沙发上面，站不起来这样。医生讲，现代人食物件拢较西化，暗困爱食宵夜，常常有三管的慢性病。若是逐暗困之前拢食鸡卵糕甜的物件，除了血糖、胆固醇会称悬，暗时血压拢保持伫较悬，国加鸡卵糕油真多，有反式脂肪酸加精致淀粉。那常常食会造成肺会痨会苦，造成动脉硬化，心血管会塌掉，也个血栓。因为这些东西都会转换成脂肪堆积、胆固醇堆积在血管壁，那尤其可能血糖高，然后会产生一些胰岛素阻抗，那可能就会间接产生一些糖尿病。那当血管产生硬化之后呢，就会有产生高血压的一个状况。医生讲，为了健康，伫困之前2点钟上好莫阁食物件。若真正腹肚枵，上好是啉牛奶加食麦片。还有若是有一车酸的问题，宵夜一食煞就去困，恐惊互一车酸的问题更加严重。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伫咧桃园有一场冠村文化节的记者会，家人双北桃园市卫冠市长也拢做伙出席。众人上爱关心的是，有关是虾米人要选后一任的总统，虾米人敢有要选台北市长的问题。抗击守护贯穿的图，初6伫桃园市政府文化局1楼大厅，台北市长郭文天、新北市长侯友宜、基隆市长林佑昌甲桃园市长郑文灿，市市长真难得演做伙，共同启动800基图贯穿文化节。桃园的郑文灿市长、我们柯文哲市长，还有我们侯友宜市长，都是2024最热门的总统候选人之一了哈。今天我们4位坐在一起，也代表着我们对于眷村文化的一个重视。被问到是毋是报告2022台北市长选举，林佑昌讲大家想伤济。不过，伊伫致辞时讲到，其他3位市长拢是2024年上热门的总统大选候选人，也引起媒体咧问3位市长本身是安怎看家己，甲其他对手咧。国民党郑文灿无正面回应，侯友宜是媒体莫阁问选总统的代志咯。我们有不回答的权利。
不要，这无聊的题目。今天是眷村文化节哈，希望我们追求这个共荣、共好的方向，我们一起推动。麦哥猛都被升中重，好好的做好现在的市政工作，尤其今天是眷村文化节，我们要代表社会有更多的包容力。台湾参表示，贯穿是台湾历史的独特产物，希望这历史记忆透过创新保存落来。市县市首长希望无分彼此、无分党派，创造一个多元、共荣、共好的台湾。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棒球，也有人叫野球，是台湾真有代表性的运动。在今年桃园电影节特别安排一黑野球这个主题，用3出电影看台湾无同时期的野球发展，嘛有讨论到运动边缘、追求野球梦的外国电影。是改编1928年嘉农棒球队打入日本甲子园的真实故事。今年的桃园电影节特别规划棒球主题的电影片段，要让观众为电影了解台湾甲世界的棒球。这单元我们就选了来自美国、日本跟台湾的一些重要的经典作跟新作品。台湾的3部电影也是很重要，因为它顺着时代来讲，有日治时期的卡诺。然后有这个国民政府来台湾之后的这个红叶传奇，他讲红叶少邦当初怎么打出一片天，以及最新的那一年就是讲桃园平镇高中现在在怎么做训练，我觉得可以从棒球中间看到台湾的历史跟社会的演变。唔来当为电影看到棒球的历史，桃园电影节的台湾奖，嘛要让民众看到台湾的多元价值。当然有国语的，有台语的，有客语的电影，然后也有就是这种也有一些非常实验性的，我觉得是一个百花齐放，看到台湾多元价值的一个奖项。有超过70几出的电影伫影展报上，咱阁有40几出的电影是第一届伫桃园要向大家记名，大家想要了解搁较多影展的片段活动，拢会使去咱的 Facebook。来参考一下。第7届的桃园电影节主办单位拢总规划9个主题，希望透过影像讲故事，让民众用无同角度思考各种议题。记者杨淑晴、谢桂林台北报道。伫咧新竹县的宝山乡有一口古井，传说当中若食到古井水，就可能会生相生。伫宝山乡这所在，就超过300对的相生仔。今年的双十节，当地也举办相生仔节的活动。生做一模一样的姊妹啊，算甲真欢喜。另外一边，两兄弟把亲像为同一个模啊刻出来，到底啥人是啥人，真正分不清楚。因为实在生甲伤相像，生活中不时就会闹出笑亏。另外，相生啊自细汉就真斗搭。他们2个会互相帮忙，但是也会互相吵架。对，然后他们很小，像他1岁的时候啊，1岁多，他喝奶水就习惯2个一起拿，所以他们妹妹就会互相帮姐姐拿水瓶，一起拿过去。小时候会黏在一起，有默契。后来把我们分不开，他会到中班找我，我会到下班去找他。新竹县宝山乡徛住的人口差不多有15000人，相生啊有300对以上。有传说讲，若是啉到这的井水，生相生啊几率就会大大增加。宝山乡这边的整个地理环境也非常的好，水质也好，空气也好，当然孕育出来的当然生活品质也好，所以在这边是确实这个生双胞胎比例特别的高。今年的相生节活动赶快为10号双十节上场，时间安算有200至300对来自全国的相生来到这，成为当地年度盛事。记者张国涛新竹报道。在咧婚林关长的林监社区，替当地阿公阿嬷举办共餐课程已经有3个月啊。课程的最后一天，社区的阿公阿嬷也家己煮一顿青草的，大家是哪食哪开讲。甲小忽忽的饭菜送入嘴内，看到长辈满足的表情，就知影这顿饭真好食。原中乡龙岩社区的阿公阿嬷，这3个月来，拢是逐工来遮做伙煮饭，做伙食中昼顿，连食材嘛拢是因家己种的。你互这老龄这老伙仔食，我煮啊足欢喜安尼。因为我本身就厨师，所以我会煮，我感觉足幸福的。感觉足好啊，就拢煮一寡有营养的物件，家己出产的啦，
食大家足健康的。食的长辈唔拿做伙食饭，因做伙上课，增加知识，嘛爱运动。课程最后一天，大家上台分享感想，现场真热烈。就是他们自主，他们自己来，食材他们自己来，都没有买外面的食材，然后都分工，完全发挥了自主的一个精神面。3个月的课程，长辈开始关心厝边头尾的感情愈来愈好，逐工阁有营养健康的中昼顿，大家哪食哪开讲，嘛烧酒后期阁要来参加。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天气在变化，明仔载气象咱也做伙来详细看。北部地区对21度到28度，中部地区对23度到32度。南部地区对24度到32度，东部地区对22度到29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21度到29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马上跟你时间咱再会。